而家我哋係進入第4部分，係討論犧牲同收穫嘅具體內容係點樣嘅。首先，點樣犧牲呢？喺耶穌身上，我哋揾到清晰嘅答案。根據腓利白書，聖保祿咁話：不論做什麼，不從私見，也不求虛榮，只全心謙下，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事，也該顧及別人的事。你們該懷有基督的心情，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死在十字架上。呢個就係腓利白人書第2章3至8節。天主要求奉獻者嘅犧牲係徹底嘅捨棄，係全燔嘅祭獻，係完全嘅自我空虛，好似佢喺十字架上一樣。為修道者，呢種犧牲首先同埋主要係喺3願生活當中實踐出嚟。喺貞潔、貧窮同服從之中，服從所要求嘅犧牲係最深刻，而且係最徹底嘅，因為他要求嘅係聽命至死，將自我釘死喺十字架上。所以自始至終，被釘嘅耶穌係我哋奉獻生活上越走越近嘅一位。修道生活嘅犧牲係隨住歲月嘅流逝而日益徹底同埋艱巨嘅，各式各樣嘅考驗亦越嚟越嚴峻。正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喺奉獻生活第70號所講嘅，考驗本身係天意，係經由父之手受培育，不僅係心理層次嘅自我掙扎，亦都係宗教層次嘅，係天天為天主嘅臨在同十字架嘅力量所觸摸。我哋嘅奉獻生活嘅高峰時刻係一個愉悅嘅轉化，就係讓自己更深咁樣認同被釘嘅耶穌。呢種認同係一種新嘅獻身生活方式。當最後嘅歲月嚟到嘅時候，我哋唔再受使徒工作同埋行政責任嘅束縛。嗰陣時，我哋係讓自己嘅生命更深咁樣結合於天主嘅苦難，一切都係遵奉父嘅旨意，將自己全然咁交託喺父嘅手中，直到交託咗自己嘅靈魂。呢個就係至高嘅奉獻同埋犧牲嘅時刻。講到收穫，我哋唔能夠唔返到十字架上被釘耶穌嘅身上。耶穌點解要死呢？而且要死喺十字架上。根據聖經嘅記載，耶穌係新亞當。舊亞當因為唔服從天主嘅命令，而使到罪惡
進入咗世界，於是人同人、人同大地、同天主割裂。人因為原罪嘅緣故咧，墮入咗生老病死嘅軌跡，世世代代咁樣循環不息。呢個係一條痛苦嘅道路，無人可幸免。死亡係罪嘅結果，但係天主係愛，佢寬恕人嘅罪，重新創造。呢個新嘅創造就係救贖。天主重新賜俾人類一個新亞當，就係耶穌基督。佢嚟到人間係為戰勝死亡，為人類帶嚟新嘅生命。但係耶穌必須要進入人生命嘅軌跡，尤其是要進入呢個軌跡嘅始點同埋終點，就係生同死。佢承受一切嘅痛苦同死亡，佢推倒咗死亡嘅圍牆，從此死亡就只係一個結束，由此亦都係永恆新生命嘅開始，因為佢就係通向永生嘅道路。救恩係一種新嘅創造，要求人悔改、寬恕、相愛，先至可以達到天地人之間嘅修和同共融。至於點樣以具體嘅行為同修德先至可以達至修和，馬竇福音第5章就有詳細嘅記載。耶穌訓導人應該彼此相愛，甚至要愛仇人。總之，你哋應當係成全嘅，如同你哋嘅父係成全嘅一樣。咁呢個咧喺呢個福音嘅第5章48節咧就好清楚。至於點樣同大地修和呢？教宗方濟各喺2015年發表嘅《願你受讚頌通諭》，對生態問題、環境嘅變化、氣候嘅變化等等問題都有詳盡嘅討論。教宗呼籲人類要攜手合作，保護大自然，珍惜天賦嘅資源，要打破貧富不均等等。大地嘅割裂同人嘅罪惡行為係息息相關嘅。同大地修和係要求個人同埋整個人類集體悔改。十字架靈修亦都有同大地修和嘅新幅度。而喺21世紀嘅今日，時代信號係好明朗地睇到環境污染、全球暖化、氣候變化，引致嚴重嘅天災人禍，戰爭使到貧者越貧，彈火摧殘人命如螻蟻。我哋需要反思一下，要修煉一啲點嘅聖德，尤其是喺神貧上邊，點樣懷住感恩嘅心去珍惜天主所賜予嘅一切物質上同埋靈性上嘅恩典，又點樣視自己身上所承受嘅十字架，亦都係恩典。只有懷住感恩嘅心去生活同工作，面對近人同大地，我哋嘅心靈
先至會喜樂同埋豐盈。千年來無解敗，犧牲。